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結婚啊，本來係人生嘅一大喜事啊，但係咧，往往咧都有好多花生出爐啊。最近咧就有單超誇張嘅婚宴人情奇聞啊，真係睇到人眼都突埋啊。話說啊，有位新娘子啊，豪使重本啊，喺香港頂級嘅5星級酒店啊，瑰麗酒店擺酒啊。本應該咧係普天同慶嘅日子啊，點知啊婚後啊一對新人啊清點人情嘅時候啊，竟然啊發現其中一位好姊妹啊，淨係封咗1000蚊人情啊，新娘子啊即刻火都嚟埋啊，仲忍唔住啊放上網公審對方啊，甚至啊佢心諗啊，喂，不如叫佢 pay me 補翻個差額啦。今日啊就同大家一齊啊睇下呢件事啊。究竟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嘅呢？聽我同大家講下。根據啊新娘子嘅講法啊，呢位好姊妹啊，平時出街食飯打卡啊，永遠啊都係一副中產嘅高級 feel 啊，生活好精緻咁嘅作風。新娘啊本身心諗啊，喂，大家咁老友，又係5星級酒店搞婚宴，對方點都唔會太失禮啦。點知啊，拆開人情利是嗰一刻啊，哇！入邊啊，竟然啊得2張500蚊紙，加埋咧啱啱好係1000蚊。新娘子當場就呆咗啦，喺網上啊好激動咁呻啊！喂，而家咩年代啊？仲有人封1000蚊去5星級酒店飲？知唔知瑰麗酒店幾錢一圍啊？佢仲話平時見啊對方啊行入高級餐廳打卡好疏爽啊，點解去飲喜酒啊反而咁縮骨啊？甚至仲有衝動上 WhatsApp 啊，叫對方用 PayMe 補翻個差額俾佢啊！呢單嘢一出啊，網上啊即刻掀起咗一場鬧戰啊，兩邊啊都有唔同嘅聲音啊，真係好有引人深思嘅地方啊！咁撐新娘嗰邊嘅網民呢，就覺得，喂，去得5星級酒店，成本啊分分鐘幾千蚊一席，你身為好姊妹啊，淨係封1000蚊啊，真係連場地嘅皮費都蝕埋啊！平時啊見你扮晒中產啊，關鍵時刻啊竟然咁肉酸啊，又難怪新娘子會扯火嘅。不過喎，亦都有啊大批網民啊鬧爆新娘啊，佢哋就話啦，人情呢家嘢咧，本來咧就係隨心，係心意，幾時變咗係海鮮價同埋強制性消費㗎？仲有人話，如果新娘啊覺得擺酒會蝕本啊，咁當初啊就唔好去咁貴嘅地方搞啊，或者啊唔好預人哋一定要幫你找數啊，甚至有人講笑咁講啊，叫人 pay me 補差額，咁不如你明碼實價喺喜帖上邊寫啊，入場費2500蚊啊，咁咪得咯。真係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啊！結婚擺酒呢家嘢啊，往往係最考驗朋友之間嘅感情啊。有人話人情還人情，交情還交情。如果啊，因為一封利是啊，而搞到姊妹都冇得做啊，甚至啊，被人放上網公審啊，咁樣究竟係贏咗個面子啊，定係輸咗友情啊？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如果你係呢位新娘，見到好姊妹封1000蚊，你會唔會嬲啊？定係你覺得新娘咁樣公審法，短信叫人 pay me 實在太肉酸啊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訂閱、俾讚。嚟到影片嘅最後一刻啦，我想同旺旺講，雖然我好冇用，我唔能夠為你去平反，但係我一定會繼續同大家講你有幾勇敢堅強嘅。